菲律賓特警喺尋晚採取行動去營救人質，並且擊斃個槍手。咁睇翻當時嘅情況。槍手挾持人質9個鐘頭之後，到晚上7點，態度突然改變。佢向電台話：與其被包圍嘅特警殺死，佢不惜殺死人質。之後旅遊巴突然開動。警方話佢哋係想開槍打車胎，防止旅遊巴駛走。混亂間，菲律賓司機趁機逃離旅遊巴。司機逃出嘅時候情緒激動，一度話車上全部人質都被殺死。冇幾耐，再傳出多下槍聲。旅遊巴車窗佈滿多個彈窿。大批拎住自動步槍同手槍嘅警員同特種部隊重重包圍旅遊巴。但旅遊巴內冇動靜。警員拍打車身同打爛門窗。又用繩綁住門框，嘗試拉開車門，但唔成功。警員見車內冇任何動靜，於是打開車尾嘅太平門，揭開窗簾。警員喺盾牌掩護下，嘗試爬入旅遊巴，不過被槍手伏擊。警員即時撤退，之後槍手瘋狂開槍，有煙由旅遊巴冒出。警員第二次進攻，一具屍體從爛嘅車門跌出，警方證實死者係挾持人質嘅槍手。大批警員一擁而上，移走屍體，再救出多名人質。部分人質救出嘅時候情緒激動，部分人受傷送院。
無線電視記者黃婉珊報道。我哋嘅採訪隊喺事發之後趕到挾持人質嘅現場報導最新嘅情況。現場所見拯救人質嘅過程係相當之驚險，而本台嘅工程人員亦都係中流彈受傷。我哋嘅採訪隊啱啱到達馬尼拉黎薩紀念公園外面，睇到幾十個菲律賓警方特種部隊採取行動，手持長盾牌同着上避彈衣，走近康泰嘅旅遊巴。期間傳出零星嘅槍聲，但唔理槍聲有幾多，車裡面一直都冇動靜。團友亦都唔似得下晝咁不時揭開窗簾。現場嘅記者都為車裡面嘅人質擔憂。呢個時候，當地傳媒報道車上人質全部死亡。由於封鎖線比較遠，記者只係可以喺距離旅遊巴30米外面採訪。由於巴士停泊嘅地方空曠，記者大多數都係匿埋喺旅遊巴後面做掩護。呢個時候雨越落越大，影響咗特種部隊嘅部署。突然間，車裡面傳出連串嘅槍聲。我揾人，唔好我影佢啊！現場嘅記者都措手不及，大多數都即刻走避。好住，子彈跌咗㗎，喺邊度？啱啱跌咗落嚟。本台嘅工程人員温明突然間跌低，話腹部中槍受傷。好在未打穿。邊個？開得燈啊！係。有冇流血？冇，唔穿。We're just going to clean your wound. It's okay. 哎呀，當時我架設緊器材，咁啊突然間好多槍響，咁我就感覺到個肚震咗一下，然之後我見到啦有個子彈頭黐住喺件衫度，就已經扁咗。咁我掀起件衫啦，就見到已經係損咗，流緊血咁樣。採訪隊即刻到附近嘅救護車求助，檢查之後證實係肚皮擦損，並冇大礙。之後我哋退到火線嘅後方，呢個時候聞到濃烈同埋刺鼻嘅火藥味。10分鐘之後，特種部隊衝上前，記者亦都一齊湧上去採訪，睇到車窗佈滿咗子彈窿。之後人質陸續獲救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導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3世深夜曾經去到現場視察，佢早前召開記者會，對今次挾持人質嘅事件表示遺憾，並且向死者嘅家屬表示哀悼。但係佢同時為特種部隊武力營救辯護，強調部隊只係因應情況有變而採取行動。In the morning, as soon as he got there,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, he acquiesced to releasing 2 of the hostages. He followed it up with 7 others.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, I was very confident in the capabilities of our security forces. But as I say, certain situations change. He was obviously distressed to begin with. Something pushed him over the edge. 阿基諾3世強調，特種部隊指揮官已經盡力審慎處理，確保人質安全。但事件擾攘10幾個鐘頭，必須要由在場具經驗嘅指揮官決定採取相應嘅行動處理危機。阿基諾3世又間接批評傳媒全程直播過程，被槍手對警方嘅部署了如指掌。外交部話，中國政府強烈譴責歹徒嘅暴行，對事件中嘅死者致以沉痛嘅哀悼，並且向家屬深切慰問。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事件，已經向菲律賓方面提出交涉。行政長官曾蔭權向死傷者嘅家屬致以最深切嘅慰問。特區政府已經向菲律賓發出黑色旅遊警告，並且會喺今日下半旗致哀。對於今次嘅悲劇，我係感到十分之悲傷。對於一名嘅兇徒冷血嘅行為，我係感到憤怒，而且最後有多名嘅香港市民傷亡，我係感到極度嘅遺憾。我要先向死傷者嘅家屬致最深切嘅慰問。特區政府會向家屬同埋傷者提供一切可行嘅協助，幫佢哋渡過呢個困難嘅時刻。特區政府已經對菲律賓發出咗黑色旅遊嘅警示，
我哋已經要求當地嘅香港旅行團盡快翻嚟香港，而且未出發嘅亦都要取消行程。我哋都會已經預留咗充分嘅定期航班嘅機位，俾到香港市民而家喺菲律賓馬尼拉嘅盡快翻嚟香港。現時身處菲律賓嘅香港旅客，如果有困難得到機位嘅話，可以打入境處嘅熱線1868。